認知障礙係長者最常見嘅腦部神經退化毛病之一，要識別輕度認知障礙患者，把握治療黃金期及早介入。傳統嘅診斷會用到正電子掃描等嘅技術，而最新嘅診斷方法係用到眼底相。今日我哋邀請到老人科專科醫生林楚明，同我哋講解下相關嘅醫療科技。醫生你好啊！其實咧，傳統上未有眼底相之前咧，臨床上係點樣診斷阿茲海默症㗎？傳統上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多時係靠臨床嘅症狀。咁後期少少嘅時候咧，就多咗一啲磁力共振嚟到照個腦啦咁上。咁但係嗰啲都唔係話真係好準確。咁再後期發展嘅咧，就做一啲我哋所謂中國人或者香港人我哋講係篤背脊，即係換一個嚟講咧，就擺支針去腰骨入邊抽啲骨髓檢查，測試入邊有冇啲好特殊認知阿默氏海馬症呢個症狀嘅特殊嘅蛋白質嘅存在。但係大家知道咧，即係我諗好多人咧聽見篤背脊，其實擔心個危險性啦，咁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憂慮，亦都係一個入侵性嘅一個診斷方法，所以就好多時啲人都唔願意接受嘅。其實咁上，醫生啊，但係我哋嘅眼睛咧同大腦有啲咩關聯㗎？點解可以診斷到呢個病嘅？係呢個好好嘅問題嚟嘅咁上。我哋首先諗一諗翻咧，其實阿默氏海馬症係啲乜嘢嘅病咧？其實係身體入邊個血液有啲唔係好正常嘅蛋白質走咗入個腦嗰度，咁然之後咧就令到個腦入邊啲細胞有啲病變。咁呢個過程中有個發炎症狀咧，亦都製造咗唔同類型嘅一啲蛋白質嘅沉澱物。咁我哋知道個腦咧，其實好似個豆腐咁樣，咁出邊有個硬殼嚟到包住，咁我哋傳統係睇唔到嘅，其實根本上。但係我哋知道咧，個腦嘅細胞或者神經線咧，有兩個位置咧係直接走出嚟嘅。第一個位置咧就個鼻哥嗰度，係咁，所以其實喺嗅覺嗰度嘅話咧，其實亦都可以有啲人亦都研究呢種嗅覺嚟到係咪可以測試到啲人有冇話早期嘅阿默氏海馬症？但係嗅覺有時係一個比較係主觀嘅一個感覺咧，唔係好即係容易客觀地評估。咁另外一個位置咧就係個腦個細胞個神經線直接走出嚟個眼嗰度。咁換一句話，我哋知道個眼本身嚟講，除咗個液晶體之外咧，其實背後咧係一層一層，又包括咗佢個細胞啦，包括咗視網膜啦，包括咗血管啦，亦都有入邊嘅一啲唔同嘅組織喺度咁樣。咁所以變咗嗰個眼底咧，其實係可以協助我哋好直接地睇到腦入邊嘅一啲病變，係咁，所以變我哋就運用呢一個咁嘅技術嚟到發展呢個咁嘅眼底鏡嚟到測試睇下有冇個阿默氏海馬症。成個篩查嘅過程係點樣做㗎？係咪真係簡單到就咁坐喺度影張相就得㗎啦？係啊，其實真係好簡單嘅啫。我諗即係如果大家有試過去驗眼或者帶個小朋友去驗眼咧，咁可能個視光師有部機喺前邊，跟住叫你擺個下巴貼住部機，然之後個前額嗰度貼住，佢最主要係固定個位置咧。然之後咧，跟住叫你望住前邊有啲圖像，咁跟住逐跟住就影咗相嘅啦，根本上就咁，其實真係好快捷、好簡單咁樣。當然即係其中一樣嘢就當時做嘅時候，你唔好即係你可能要除咗個隱形眼鏡，特別依家有啲人用變色啊，或者係放大眼孔，即係放大個瞳孔嗰啲咁嘅鏡片，你就要除咗佢咁解啫，根本上。聽起嚟好簡單啦，咁但係喺背後咧，其實係依賴緊啲咩技術㗎？其實最主要嚟講咧，真係都好高科技嚟嘅。其實雖然就咁睇見好簡單，其實背後主要嚟講係有兩種科技，其實係配合到先得。第一個科技咧就係用一個紅外線接近紅外線咁樣嚟到放射入去個眼。我哋知道個眼底咧，其實頭先我哋講得好似好簡單啦，但係其實有好多層嘅。嗱，即係我舉個例咧，等於我哋響沙灘度望見個海，我哋表面係第一陣，但係可能個海入邊1米之下有另一個世界，2米有另一個世界，10米有另一個世界，可以見到唔同嘅珊瑚啊、唔同嘅殼魚啊咁樣。咁同樣道理，當我哋講緊個眼底，我哋表面好似話講緊話幾毫米，但係其實入邊係講緊幾micrometer， 即係換一個係一個好微細嘅一個層，逐層咁樣。咁我哋就運用咗呢個咁嘅技術嚟到逐層咁嚟到睇入邊嘅一啲神經線啊、腦細胞啊、沉積物啊、血管等等。
但係當我哋見到咁多我話見咧，其實係電腦見嘅啫，咁上見到之後嘅話咧，咁我哋一個好嘅一個大數據嚟到分析啲數目字先得。咁呢個就係我哋要運用人工智能嗰度，因為太多數據我哋兼顧唔到啊。係咁，所以係個人工智能個高科技協助我哋重新組織呢一啲咁嘅唔同層面嘅資料之下，然之後咧就嚟到協助我哋判斷或者提供個資料，話係有冇阿默氏海馬症嘅情況咯，咁上。醫生有冇話建議幾時先去做呢個篩查咧？係咪有早期症狀先嚟做啊？當然，如果有早期症狀嘅話咧，咁就即係呢一個篩查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篩查。點解咧？因為相對時間上短促啦，咁時間上短啦，咁上亦都快，同埋都真係冇創傷性。佢嗰個有效度咧或者可信性咧，其實係大概85%。即係換一句話嚟講，如果我話俾你聽，有好大可能性有阿默氏海馬症咧，係有90%到準確。如果話俾你冇嘅話咧，又大概80%到準確。咁所以整體嚟講，當佢話俾你聽有定冇嘅時候咧，咁其實係有大概85%嘅準確定性。咁當然頭先我話，如果有效，即係如果真係有症狀嘅時候，咁係一個好好嘅初步篩查。然之後根據呢個資料之後，再揾專科醫生嚟到再一個客觀嘅評估，然之後再考慮需唔需要做多少少嘅檢查啦。但係另外我知道即係好多時啲人都擔心年紀大會唔會開始有認知障礙。咁如果係純粹係一個擔心而自己又想知嘅話咧，咁我哋梗係要揾一個係安全、可靠、快速、平嘅一個治療，冇理由話為咗擔心而同你篤背脊㗎嘛，根本上就係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篩查。咁當篩查完之後話俾你聽，即係你第一冇症狀，第二件事亦都篩查冇事嘅時候，咁變咗你都安心一啲咯，咁。